Ashoka 美鑽戒指咧，就係以2顆 Ashoka 美鑽作為主石，再配上鋼石咧，就係最成流線嘅設計，總共係重6.7卡。圓運嘅線條令到鑽飾咧更添活潑嘅喎。咁而 Alice 咧而家全身嘅鑽飾總值咧就係678萬嘅。Thank you very much, Alice。4顆嘅梨形鑽石以及20顆圓形白鑽相合而成嘅18K 白色黃金花式切割鑽石耳環，總共咧就係重4.8卡。18K 白色黃金花式切割鑽石戒指啦，鑲有10顆嘅藍尖形鑽石，有4顆嘅梨形鑽石以及18顆嘅圓形白鑽，總共咧係重2.25卡。花式切割咧令到鑽飾更加璀璨耀眼。而家 Alba 全身嘅鑽飾咧，總值就係123萬5千㗎。唔該晒 Alba，thank you。就係點綴咗25顆嘅鋼石，簡潔高雅㗎。呢一隻戒指咧，同美國著名影星 Reese Witherspoon 嘅訂婚戒指係同款㗎喎。設計非常之短典眼，耀目奪眼，而且咧係非常之肯入彩，非常之有㗎。咁9零確金嘅 Ashoka 美鑽腕錶咧，就係以136顆嘅 Ashoka 美鑽相合而成嘅，總共有59卡。咁呢一隻鑽石錶咧，就係而家全港首度隆重亮相嘅 Ashoka 全新貴麗鑽石腕錶系列之一嚟㗎。手工非常之精細，匠心獨運，配有復古味道嘅設計，堪稱就係卓爾不凡嘅完美貴寶嚟㗎。嗱 ，Ashoka 美鑽高貴典雅，配合埋紫珊嘅 character 啦，佢而家全身嘅總首飾嘅總值咧，只係有3600萬咁多嘅。好啦，咁唔該晒紫珊啊，請紫珊留步㗎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亦都想再一次請埋 Alice 同埋 Alba 出嚟。係，三位，三位呢邊，三位。好，唔該。